立功剧团的台语剧清明时节，伫昨暗头一摆对外来完整的一个排演。这出戏呢，对一对翁仔某之间出现外缘开始讲起，除了探讨这婚姻之间有甚物款的因素，可能会互关系产生变化以外，也讲到安怎来下过人生当中内心的难关。这出戏伫6月就要开始演出，先带观众朋友来去先看先赢。你是要叫我安怎人讲梨花是啥？你莫遐大声好无啊！我只是问一个尔。你微房的时阵，叫即个名。秀卿发现家己的翁婿非常有外缘，故事就为这对已经经营8年的牵手婚姻拄着难关开始讲。这出戏是导演吴念真改编作家郑清文的作品《清明时节》的同名舞台剧作品，望透过婚姻之间出现外缘的故事，讲安怎下过人生当中心内的难关。咱咧讨论外遇的问题时，拢咧讲当事人，咱无想讲因家庭的其他人。这个小三因老爸。这老爸要承担足大责任嘛，伊是老师，伊佫是人去对翁仔某的证婚人，因查某囝仔介入别人的婚姻，所以伊的负担会足大，伊用什么角度去面对伊的查某囝，甲面对众人。清明时节，这出台语剧已经演过一摆。吴念真讲，每一摆拢有新的演员加入，但是新演员可能较袂晓讲台语，所以因也有请台语指导，除了爱调整发音以外，用词也是重点。比如讲，挂物件做动坏化，挂过的物件吼，挂甲老甲老，你感觉头要老去啊。先前台语变哪讲，跳有良相这句话的时阵，人无一定遐尼济。你不如讲人个南山钱较济。立功剧团的清明时节当咧拍拼准备，伫5月23是进行头一摆的对外完整排演，6月份到9月份分别伫台北、台中、高雄演出。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。